Hello， 歡迎大家收睇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好消息一單接一單，繼上次三國際萬能卡續期 Plan 數據用量全面 double 之後啦，咁依家就輪到 HK Mobile 年卡都有大升級啊！咁今次講緊新卡同埋續期 Plan 兩樣都係加量不加價，咁依家就同大家開始分享啦。話說近期儲值卡市場風起雲湧啊，咁好似啦有一場年卡嘅加量大戰啦。咁講上一集就係三國際萬能卡 double 啦，咁未睇朋友都好歡迎翻去睇翻。咁眨下就嚟到 HK Mobile 年卡啦，咁大家見到啦，新卡同埋續期都可以做到大加量。咁最新嘅新卡啦，19歲有罩就能夠玩到100GB用量。先交代今集大綱，除咗年卡新卡同埋續期 plan 加量之外啦，咁其實都有多兩項嘅更新想同大家分享啦。第一就推出咗歐洲嘅漫遊數據 plan， 而第二就係推出咗全新嘅英國 5G 儲值卡。咁心急朋友啦都可以善用時間線功能，就直接 skip 去你所需要嘅部分啦。正式入正題，原本 HK Mobile 本地年卡嘅數據用量就全年85GB嘅，咁以坊間一般售價一嚿水有找嚟講啦，都已經係非常之抵玩嘅選擇。咁但係世界上冇最抵，只有更加抵啦。咁喺5月15號啊，新卡就全面加量去到100GB，而且不加價嘅，咁所以啦，可能成為全香港最抵玩嘅年卡啦。不過我想提醒翻大家，今次升級啦，即係增加咗全年嘅數據用量15GB，咁但係其他服務內容就維持不變，咁包括咗全年2000分鐘本地通話啦，38蚊儲值額，同埋全年免費 CSL WiFi 服務啦。加量不加價，固之然好開心啦，但係想請大家呢，只有10秒鐘俾我去呻一呻啦。咁講緊3月22號，我先推出咗20最新版嘅年卡懶人包，但係眨下眼呢，相隔不足2個月，已經由最新版變成咗舊版啦。唔知道係咪市場揾食艱難啦 ？HK Mobile 本地年卡啦，即係非常之進取㗎。咁最初啦就77GB啦，咁舊年11月就增加到85GB，咁相隔半年左右啦，又再一次加量不加價，去到最新100GB。咁如果我哋嘅人工係咁加，咁就好啦。好啦，搞笑就搞完啦，咁依家就同大家計一計數啦。咁假設呢張卡係賣緊100蚊有找啦，咁以100GB嘅數據用量嚟計呢，其實每 G 嘅成本啊就成功跌穿咗1蚊，意思即係話幾毫子就有1GB啦。將佢擺埋同其他坊間100GB或以上嘅年卡比較，你就會明白到每 G 成本跌穿1蚊係一個好重要嘅關口。因為講緊平時啦，如果買張100GB或以上嘅年卡啦，通常都要百幾蚊先至有交易㗎。咁今次啦，100蚊有找就100GB嘅話啦，你就會見到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息怒啦。換個角度計一計數，今次升級之後，平均每個數據用量就增加到 8.3GB 左右啦。咁適合翻啦低用量又或者買嚟做副卡嘅用家。咁另外啦，咁假設張卡100蚊有找啦，咁平均每個成本就係8蚊雞樓下嘅。咁換言之，平均每個月啦少過8蚊就能夠玩到 8.3GB 嘅數據，再加埋本地通話分鐘，另外又支援免費 CSL WiFi 啦，再加埋 Voice Over WiFi， 咁佢張卡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噶。交代完新卡加量不加價之後，咁係時候嚟到第二項重要升級，就3款續期年 plan 再一次加量不加價。咁依家就同大家睇睇發生啲乜嘢事啦。印象中 HK Mobile 嘅續期年 plan 啦，好似升級完冇幾耐，估唔到咁快又再升級啦。咁今次有3款年 plan 啦，就增加數據用量，而且冇加到價嘅。咁第一個就148蚊嘅續期年 plan 啦，咁本來就60GB嘅全年數據用量，咁今次增加10GB去到70GB。而第二個就188蚊嘅年 plan， 就原本85GB嘅數據用量，增加15GB去到100GB嘅數據用量。咁第三個啦就208蚊嘅年 plan 啦，就原本130GB啊，就增加20GB去到150GB。咁換言之啦，就橫跨70GB去到150GB。咁除此之外，都提翻大家，呢3款年 plan 啦，都會送翻2000分鐘嘅本地通話，而且啊，實際嘅入手成本可以做到更加低，因為剛取價錢啦，就講扣除嘅儲值額金額嚟嘅，咁但係就未計算到增值券嘅折扣啦，同埋獎賞儲值額啦。只不過大家都要留心翻啦，原有38蚊同埋68蚊呢兩款續期年 plan 啦，就繼續原地踏步，所有數據用量都冇升級到嘅。
好啦，細心又體貼嘅我啦，又再一次幫大家準備咗詳細嘅比較表啦，一次過整理晒5款續期年 plan 嘅用量，平均每個月用量連埋成本，最尾仲要計埋平均每擊嘅成本。咁但係上一集三國際萬能卡啦，已經講到明，希望你哋留言讚我細心又體貼嘅，竟然係冇人留言讚到㗎。咁對呢樣嘢啦，我都係幾不滿嘅。好啦，咁講笑就講完啦，咁而家就好快同大家高呼當中嘅內容啦。咁正如剛才所講啦，38蚊同埋68蚊呢兩款平價年 plan 啦，數據用量毫無升級，原地踏步，咁分別維持翻1GB啦同埋8GB嘅，咁所以導致到平均每擊成本啦就較為昂貴嘅。咁然之後148蚊年 plan 啦，咁最新就做到70GB嘅數據用量，咁平均每擊成本啦就去到2個1毫半。咁另外啦，188蚊嘅年 plan 最新啦就100GB嘅數據用量，咁平均每擊成本啦就可以進一步壓低到2蚊樓下，去到1個8毫8嘅。咁講最平嘅每擊成本啦，就最貴208蚊嘅年 plan 啦，150GB嘅數據用量，咁平均每擊就壓到1個3毫9啊。咁平均每個月啦都係提供到12.5GB嘅數據用量，咁相信啦都最要顧到唔少低用量啦，又或者中低用量嘅朋友啦。同時我想補充多一個個人嘅睇法啦，咁放翻你哋嘅 reference 嘅。咁最尾嗰兩個年 plan 啦，188蚊同埋208蚊啦，只係相差咗20蚊雞。如果計算埋增值券嘅折扣啦，連埋儲值額獎賞啊，咁只係相差10幾蚊嘅實際成本啦。但係你就換嚟多50GB嘅全年用量，咁俾我呢，我就選擇俾多20蚊雞啦，令到50GB用得更加鬆動，更加開心啦。繼承翻上一集做法，咁有咗 HK Mobile 5款續期年 plan 啦，就將佢擺埋同其他坊間熱門年卡嘅續期年 plan 做翻一個比較。咁第一個啦就對決三國際萬能卡啦，咁上一集提過啦，就啱啱將呢3款 plan 數據用量 double 咗嘅。咁大家會見到啦，如果以100蚊有找嚟講啦，模擬三國際萬能卡65蚊能夠做到24GB優勝嘅。咁另外三國際萬能卡最多可以提供到全年220GB嘅數據用量，咁都好罕見啦，可以做到全年200GB以上嘅選擇嘅。咁就收費啦，就要去到328蚊啦。咁但係講緊200蚊左右嘅選擇啦，就可能 HK Mobile 208蚊可以提供150GB啦，就抵玩過三國際萬能卡198蚊就只得132GB啦。至於一樣係 CSL 出品嘅 ABC Mobile 就提供4款續期年 plan， 咁由於未做新一輪嘅加量不加價啦，咁所以相比 HK Mobile 啦就好似遜色咗啲嘅。咁大家見到啦，148蚊對148蚊啦，咁 HK Mobile 有70GB，而 ABC 啦就只得38GB，咁相形見絀啦。咁另外188蚊啦對翻198蚊嘅年 plan， 咁都相差幾十GB嘅數據用量。咁但係如果講緊60蚊嘅 ABC 年 plan 做到10GB啦，咁相比HK Mobile 只得8GB，咁呢個位就反而係 ABC 優勝啦。最後比較埋 Your Mobile 嘅續期年 plan 啦，咁一樣都提供4款選擇嘅，咁以60蚊嚟計啦，就 Your Mobile 抵玩過 HK Mobile， 但係講緊100蚊以上嘅選擇啦，似乎就係 HK Mobile 大為優勝嘅。咁但係最尾一位都提醒翻大家啦，就係 Your Mobile 啦同埋 ABC Mobile 呢兩款儲值卡產品，需要每個月扣除翻3蚊嘅行政費，換言之每年啦就額外使多36蚊用嚟做行政費嘅，咁呢位大家都應該 take into account 啦。分享完 HK Mobile 本地年卡新卡啦，同埋續期年 plan 加量不加價大升級之後啦，咁係時候嚟到今集第3個環節啦，就 HK Mobile 推出咗全新嘅歐洲漫遊數據 plan。咁雖然啦就去得更加遠嘅，但我就認為個收費都幾喇嚟，咁所以放翻大個 reference 啦，抵唔抵玩啦就交翻你哋去決定啦。咁大家見到啦，15日 plan 啦，收費238蚊啊，就包到3GB嘅全速漫遊數據啦，咁跟住就限速 128K 嘅無限上網，咁都涵蓋咗一系列嘅歐洲國家啦，咁包括咗熱門嘅歐洲啊、瑞士啊、可能去到法國啊、德國啊、意大利啊等等嘅，咁另外都 cover 到加拿大同埋美國，咁但係加拿大同美國啦，其實有另一個 plan 啦就更加抵玩嘅，咁說多嗰句啦，我覺得收費係幾乸呢，咁至於你想唔想用啦，就交翻你哋自己去決定啦。
與此同時 ，HK Mobile 都推出咗2款全新英國漫遊儲值卡啦，去到英國能夠用到 5G 嘅漫遊數據，仲會送翻英國嘅漫遊通話分鐘。咁之前我哋嘅副頻道 MH Travel 啦就出咗條片做詳細介紹，連埋我嘅玩卡建議嘅。咁未睇朋友都好歡迎去翻去副 channel 度睇翻啦。依家好快 recap 翻上一集嘅精華內容。咁今次 HK Mobile 英國儲值卡就有2款選擇，分別左手邊30日卡啦，同埋右手邊365日卡，即係年卡啦。咁先我左手邊30日卡啦，就包含咗1個月10GB嘅英國 5G 漫遊數據。咁當爆 data 之後，仲會跟翻限速 128K 嘅無限上網嘅。咁而右手邊365日卡啦，就包全年 15GB 嘅英國 5G 漫遊數據。咁但係用完之後啦，就會即停。係唔會跟任何限速嘅無限上網。咁然後呢2張卡都會包咗每30日50分鐘嘅英國漫遊通話，咁都係個好大嘅優點啦，勝過坊間好多嘅純數據卡。咁尤其是需要英國接聽來電啦，又或者有英國打電話翻香港嘅朋友啦。咁最尾另外一個好重要分別就係香港嘅本地數據。咁30卡就係唔會跟任何香港嘅本地數據，係一張純英國數據嘅漫遊卡。但係右手邊365日即係年卡就會跟翻全年20GB嘅香港本地數據。咁但係相比英國 5G 數據，佢好重要分別就係香港數據行翻 4G 網絡，另外都限速最高42 Mbps 啦。咁上載就限咗 5.76 Mbps 啦。好啦，今集就嚟到尾聲，咁最尾都送翻個玩卡建議俾大家啦。咁假如今期需要入手全新年卡產品嘅朋友啦，我就會建議你停一停，觀望下先嘅。咁正今集一開波所講啦，咁嘅儲值卡市場就好似風起雲湧有一場嘅價量大戰，就好似前排所講3國際萬能卡啦，就將3款本地續期年 plan 率double 用量噶。咁依家收到風啦，就嚟緊可能新產品都可以係加量不加價嘅。咁所以今期假如需要買新嘅3國際萬能卡啦，我就記等一等啦，就等佢加咗量之後，就會變得更加抵玩。咁而今集就嚟到 HK Mobile 啦，咁無論係年卡嘅新卡啦，又或者係續期 plan， 全部都係加量不加價嘅，咁變得更加抵玩啦。咁所以嚟緊會唔會有更多嘅年卡產品儲值卡產品都會跟進就係加劇個競爭呢？咁所以都好值得去拭目以待。咁所以嚟緊1-2個月我都係建議大家觀望下先啦。最尾送翻個 bonus 環節獎勵啦，肯聽咁耐嘅朋友啦。咁其實今年嘅上半年我一直就做緊 HK Mobile 同埋 SoSIM 嘅差速對比嘅，咁希望可以褪長慢慢做啦，就涵蓋更多區嘅。咁依家就同大家預告啦，就預計希望可以嚟緊6月就出到街嘅。咁我預計就可以係做到5月尾啦，就1月頭做到依家噶啦。好，咁依家就俾大家先睹為快少量嘅測試結果。咁實際上都做咗70次定80次嘅。咁呢度就 cap 少少俾大家去望一望啦。咁呢度包括咗美孚荔枝角同埋青衣嘅。咁就包括咗 HK Mobile 左手邊啦，同埋右手邊 SoSIM 嘅對比。咁有興趣朋友啦，可以 hold 住面慢慢睇，慢慢研究。另外我都想補充一樣嘢嘅，咁講上個禮拜啦，就係將軍澳站嘅放工繁忙時間，咁大家望望呢2張 cap 圖啦，上面就6點半左右啦，咁就係 HK Mobile 嘅本地年卡啦，就係將軍澳站嘅月台去做測速嘅，咁當其時就有月台啦，就真係 hold 咗差唔多10分鐘左右啦，咁但我發覺測嚟測去啦，無論月台兩邊冇車定還是係有車嚟到呢，我係完全冇辦法連到線㗎。咁大家見到啦，就不斷喺度 connecting 啦，右手邊就 connect 唔到變 error 嘅。咁我嘗試過 send WhatsApp 出去啦，我發覺係連 WhatsApp 都 send 唔出㗎。咁所以玩得 HK Mobile 電話卡又住喺將軍澳嗰頭嘅朋友啦，咁買之前我就建議你哋三思啦。今集節目真係非常之精彩就一口氣同大家交代咗 HK Mobile 年卡、新卡同埋續期 plan 有啲咩升級啦。另外都分享咗全新嘅歐洲漫遊數據組合同埋全新嘅英國 5G 儲值卡。咁最尾啦，都俾大家先睹為快，就睇咗少量HK Mobile 嘅測試結果啦，同埋都介紹咗將軍澳站呢一個好大嘅伏位。咁最尾希望大家幫手拉翻條片，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都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咩空聽啦，對 MH Telecom 嘅支持。咁最尾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透過我哋嘅 YouTube 會員計劃啦，每個時候贊助翻日常營運成本同埋我哋測速嘅工作，因為我哋嘅測速啦，即係馬不停蹄，係每日啦都係持之以恆咁去做嘅。咁啊嚟緊啦 HK Mobile 對決蘇仙，非常之詳盡嘅測速報告啦，有蘇仙 5G 試玩計劃超過200次嘅測試結果，咁啲 data 啦都齊晒㗎啦，咁會員啦都先到為快咗，咁只不過我自己咧實在太多嘢做啦，太多同時間進行緊呢，即係未有時間去同大家做翻個詳細嘅分析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多少少時間我啦，我去準備翻啦。咁另外就做緊 Fellow 極年卡2025嘅測試報告，咁約望今年嘅2、3月開始啦，咁去到依家都累積咗大約30-40次嘅測試結果嘅，咁你俾我做多可能2-3個月左右啦，咁希望喺今年下半年就有份好詳盡超過100次嘅測速出到街啦，都涵蓋晒港九18區嘅。咁最尾都好想講多少少嘅嚇，咁今次真係最尾啦，咁就係嚟緊我哋嘅測速工作啦，咁就下半年我預計會做翻今年2025最新版嘅 MySIM 啦，同埋都可以加埋 ABC Mobile 嘅，咁我嘗試都係去安排緊啦，同埋希望都想做新一 round 嘅惠康卡，咁最近啦都同阿 Ben 哥就係夾緊我哋嘅 schedule 噶啦。